现在感觉好像今天就是陈部长跟柯市长两个人互动不多，但是是不是感觉让双方还是蛮尴尬的？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不会啦，怎么会很尴尬？怎么会很尴尬？不会啦，那尴尬就不会来啦，怎么会尴尬？有请部长，还有我们3位首长共同同台同框，欢迎欢迎。耶！看到中间，看到中间，哇，非常好，买600送600哦，还有送我们20小时的套票，哇，非常的棒，两送101哦。那陈部长怎么看柯夫人对于陈部长对小民的处理，还有欧美大陆入境标准不一，感到很不满？对啦，每个政策有满意也有不满意啦，哈。那我想大家都持续的沟通，总是取得一个平衡点嘛，哈。现在感觉好像今天就是陈部长跟柯市长两个人互动不多，但是是不是感觉让双方还是蛮尴尬的？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不会啦，怎么会很尴尬？怎么会很尴尬？不会啦，那尴尬就不会来啦，怎么会尴尬？陈时中部长跟柯市长，因为解禁松绑1个月，那2位分别对后来的疫情后面要怎么样继续努力下去？时中部长跟市长的意见。我们这边的做法大概就是步步为营嘛，哈。那随着世界的一个状况的改变，跟台湾的一个防疫的情势，那随时做出一个调整。怎么看现在就是詹成市长你这边？这个涉及边境管制的，因为我们国内的防疫措施还是取决于我们的边境的管制的。但是说这个，我想恐怕这层级相当高，这牵涉到国防部、经济部的一些思维，所以这个我是这样的啊，你们只要有决定，我们在地方政府会做相应的措施。请教一下，因为他们有说，就是您被拉一届有说您被拉下神坛，您怎么看？本来就没有这上面啦，哦，昨天健保会啊，就是医材部分也做出一些这个暂缓实施的决定啊，是不是又在打脸支付不用之前的决定？你怎么看？为什么打脸？我不知道有什么决定会被打脸。不过明天，昨天讨论那个是一个新的项目，好，是新的医材，跟我们原来在谈的那108年12月以前已经在市场的医材，这是2件事情。好，那是未来说还没有进入市场的，怎么样让大家能够及早的享用到？那健保可以分一定的比例来帮忙付钱。好，那以前我们的在旧的医材里面，哈，它的一个差额负担最主要就是我们是定额在付。好，所以你不管进来多少钱，那健保都是付一个定额，像我们的在白内障的水晶体，我们付2744嘛。好，所以不管装多少钱的，我们那个健保就是负担2744。好，但是将来新的医材里面，现在在架构一个新的方法，就是定价之后，那健保大概付2到4成，根据它的一个效益，付一个2到4成，是在这样的一个方式。所以跟原来在谈的108年12月以前的旧的医材，怎么样来管理是不一样的事情。有各种方案都在谈哈，不过势必增加这个健保的规模是要有的，要不然整体的费用是会不足。但是怎么样来调整，最能够符合相关社会的期待，那现在都持续在谈。那想请教一下，他们有说就是您被拉一届有说您被拉下神坛，您怎么看？本来就没有这上面啦。